近日，大埔宏福苑5級大火令全城悲痛，在此全港哀傷嘅時刻，更顯建築工程防火安全問題檢視同監察必要性。目前距離新一屆立法會選舉不足5日，雖然有啲市民對於新一屆立法會選舉不延期存在唔同意見及討論，但從市民嘅根本利益出發嚟睇，立法會選舉不延期，更加有利於社會從火災嘅悲傷中回復過嚟，盡快選出新一屆立法會處理有關問題，堵塞安全風險漏洞，防止再有此類災難發生，係生者對逝者最好嘅悼念。現時大多數市民沉浸喺火災嘅悲傷之中，無心關注其他事宜乃屬人之常情。但若一直沉淪於悲傷之中，係無法真正有效解決類似問題嘅，更冇辦法杜絕相同嘅災難再次發生，甚至容易俾一啲別有用心之人趁虛而入，將大火起因政治化，煽動兩地對立，蠱惑市民，動搖香港社會穩定。就例如早前被警方查處嘅所謂大埔宏福苑火災關注組，呢個組織擅自打住災民嘅旗號，表面睇落似提出訴求，實質上係為咗挑撥特區政府同民眾嘅關係，就好似2019年民陣等亂港組織以所謂5大訴求騎劫一般市民咁。更何況喺民眾為火災遇難者哀悼嘅時候，海外亂港勢力早已蠢蠢欲動，以大埔宏福苑大火為切入點，質疑特區管治同立法會選舉。正係因為有如此諸多因素存在，香港社會要避免陷入立法會真空期，如期舉行立法會選舉先更有必要。大家不妨靜心諗一下，大埔宏福苑火災已暴露出諸多問題急需解決，當中涉及嘅火災起因、維修工程投標問題、建築安全、監管體系等，都需要新一屆立法會嚴肅跟進，並制定行之有效嘅措施及立法進行防範。特區政府選擇令立法會選舉如期舉行，絕非罔顧市民傷痛，更非所謂完成政治任務，而係維護市民利益，確保大埔宏福苑火災受難者應有之義。或許各位市民仍然難走出火災嘅悲傷，但沉浸悲傷無補於事，不如振作起嚟，用投票選出新一屆立法會議員為民請命，為喺無情大火中不幸遇難者爭返現世中嘅一份公義。